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晴。要过年咯，你手头敢有银钱呢？要注意咯。打杂国家队，你敢有看见？或者是毋捌拄过，拢无你的要紧。到底掠有掠无，差在倒位？你着做好心，照起工，照意义。今仔日四位专家斗阵来讨论。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退休員警趙明景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第二位是咱職業律師蔡正官。主持人、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第三位是銘傳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副教授王碧琪。主持人、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銘傳大學王碧琪。第四位是資深社會記者王兆斌。嘿，大家好。咱就看來，在國內詐騙集團真正猖狂，還佫會利用到加密貨幣來洗錢。即馬警方甲業者合作，先甲有問題的口罩甲動落來，才會通報到警方，成功。那麼差不多有1000多萬的錢甲壓落來，還佫有32名的受害者呢，去甲挽救。目前嫌犯是也未抓到。那麼之前總統賴清德嘛講到，早起的破案比例無夠一成，愛警察呢愛簡化生活，佮吹落去，毋過煞來引起到基層警察的不滿。走了，我没事，我配合。警方趕緊佇街路上甲人抓來，調查這個案件又佮甲詐騙有關係。民眾一旦互騙去，往往錢攏無法度摕回來。不過，這陣是有被害人順利甲部分的損失摕回來咯。其實很開心的，因為至少就是可以把部分錢拿回來，騙了大概300-400萬左右。我們的一些備用金啊，還有就是房子的一些款項等等。互騙去提錢投資，除了家己全部的錢以外，更加向親戚朋友來借錢，加上500萬全部轉入去不法集團的人頭口座內底。當初想講全部攏烏有去啊，結果尾仔增加在部分的錢有摕回來。關鍵就是詐騙集團用加密貨幣洗錢，互交易所主動扣來。快進快出，或者是它比較有一些大額進出的話，這個的確我們在風險控制上面會去做一些參數上的調整。加密貨幣交易金一直變做洗錢的工具，警方找民間合作，凡是交易快入快速，也佫有大筆的金額出入，攏會被列做無正常。業者家己建立風險的控管，先凍結，再佫通報警方。最近一個月嘅加32個人損失了1100多萬入回來。在返函被害人的同時呢，我們也同步的在查緝這些犯罪集團。甲損失摕回來個人是真好，不過源頭的犯罪集團主嫌還未查到。總統賴清德進前閣講重話，講到破案的比例無夠1成，警察還佫努力。像這樣言論講話也引發基層警察的不滿。賴清德總統還說，目前的成效他不是很滿意，那大家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。我想這就是對所有警察人員的羞辱。基層警察不滿總統所講的，強調刑案的偵查本來就局限，警察也唔是神仙，早起更加無完全是警察的責任，要求賴清德總統為講出這言論，公開向全國警察來下釋禮。記者綜合報道。首先呢，這1點鐘愛予大家一個概念，可能觀眾朋友也唔知，咱一天每個月詐騙的報案超2萬件，每個月報案，每天被騙平均4億，就是咱台灣的這個財產人民的財產，每天4億詐騙集團攏挑去，所以總統賴清德當然真愛叫大家愛努力打拼，不過愛叫員警愛簡化生活，唔通遐濟應酬。即我想請教廖明景這中間的這個邏輯是啥物？你會當小可解讀一寡總統的這個心情是啥？我感覺講，你若講要求講警察單位吼，伫掠這個詐騙的時陣吼，愛較用力的，想辦法吼，這破案的這個比例會使提懸吼，提高，這是絕對無問題啦吼。不管啥物人攏會安尼想，但是你甲警員平常時家己的生活吼，伊要做啥物代志，這是兩件
无相干的代志啦吼。照你讲是应该要鼓励讲大家尽量去破案，但是你平常时你若要做啥物代志，你家己的生活，你家己的自由啦吼。我是感觉讲这两个物件甲放做伙吼是小可无介适当。但是咱讲实在，咱台湾即马对于诈骗的这个破案的比例吼，确实是有较低。其实嘛毋是讲台湾安尼尔，全世界拢是安尼，因为时代伫进步嘛。咱其实诈骗吼，古早时代就有啊啦。以前咱叫金光党嘛，金光党吼，伫病院啦，伫车站直接甲你骗嘛。过来到2000年前后吼，拢用迄个电话诈骗喎，敲电话。但是吼，迄敲电话到尾仔有啥？有机房，因为迄几落10支电话吼，伫一个大楼内底一直敲电话，一直敲电话。但是即摆毋免啊，即摆拢用迄个网络传迄个赖啊，传简讯甲你骗。其实人拢伫倒位？像前一阵仔人迄缅甸迄果敢。4大家族超级歹去，搁去年咱台湾有一群人去柬埔寨迄个 H 园区，像即马就是伫缅甸的掸邦甲泰国边境的迄个叫做妙瓦底吼，因为伊人拢伫遐，就采电脑嘛，采电脑，拢用网络的物件甲你乱枪拍照啊，对，伊毋免甲你面对面，伊即马甚至连电话都毋免敲嘛，以前你敲电话，我讲你去抄机房，即马嘛无机房，我讲较歹听，伊迄个头目吼，迄个老大伊摕一支手机啊吼，今仔去美国去旅行去佚佗，嘛是滑手机传来吼，伊去欧洲去佚佗嘛是滑手机传来互你，你根本都毋知伊人伫倒位，你嘛掠无伊即个人，因为伊都出现伫全世界各个地方，我都捌有人传来互我，我查迄个 IP 吼，就是伊即马传互我迄个讯息迄个地址，念伊伫哥伦比亚啦，明仔载佫传互我吼，讲去阿根廷啦，佫后礼拜佫传互我讲伫挪威啦，共一个人吼，伊就是传迄个啥物。迄个投资讯息啦，像这个投资讯息，这国际大生意人。嘿，我一看伊逐礼拜拢咧无共款的所在啊，所以你即马直接要掠到伊伫后壁即个主使的人是足歹掠的啦。但是咱就是讲，伊即个头前吼，咱其实上好的方式就是讲，为源头开始，咱就尽量互老百姓莫互诈骗嘛。你去互诈骗了，你要去掠，其实伊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。伊甲其他的犯罪无共款哦，其他的犯罪，你若犯罪，比如讲。台人即马吼，伫即个社会吼，台人了要走，可能100个走无一个。但是你若诈骗吼，100个可能掠无一个。哦，这是两个颠倒变的情况。这第一吼，我当然会当理解他早面景伫讲的，就是讲有影，即马即个技术吼，甚至 AI 就造出来。吼，不过我也是认为讲，这某一个程度也是一个生态圈呐。吼，也是有因为。伊无可能是本来咧做果子行的来做这道，伊可能是后咧捌这个网络的这个技术咧，后咧做这个汇钱的这个技术咧，来转图转来吃，所以这加减减拢有生态上的这个关联性，所以刷来我要请教着律师吼。带落你可能也办过真侪案件，不管是辩护还是去甲指控吼。你认为这参与的人，不管是掠偌济啦吼，参与的人，迄种是无所不至，还是天外飞来的迄种人，还是讲无？这可能本地歹势哦，我毋是咧讲咱的游戏业者拢是哦，我是讲相关的人会不孝者来参与着这种物件，敢是？参与诈欺这个集团，伊可能本来就有想要透过骗别人的钱来趁钱的这个集团嘛。毋过伊会利用啥？利用想要贪财的人，还是利用迄可能根本就不知情的民众来做这个组织的犯罪。就像大多老师讲的，其实会互掠到的人，拢毋是后壁迄个集团啦。对啊，伊可能伊只是讲哦，我伫FB 顶管有一个做工课，一个讲要送文件，1道1000你哪会感觉是你诈骗？我收文件送文件去尔，毋过是收迄被害者的钱。伊的讯息，伊拢含你用赖啊，含即个通讯软体啊，所以伊含你通讯了，你钱你已经送去一个所在啊，因收到啊，伊就含你的断联啊。安尼咱甲掠会着，会啊掠着迄个趁1000块迄个人。对啊。毋就敢若迄个纳豆咧搬去出去，就一路顺风，替人咧送毒品。就像大拄仔咱讲的，其实集团的人拢是伫后壁，
啊，伫后壁台湾是少数啦，大部分拢伫国外，所以这都歹掠啊。所以咱一定爱甲民众，一直爱甲因讲有遮个诈骗，有遮个。咱先停喺遮吼，就是蔡律师你也斗阵看吼，这行政院来讲吼，爱识诈，吼，头一个爱识诈，大家都爱知影讲哦，这诈骗是安怎吼？第二爱躲诈，吼，通团会、电信服务，吼，啊限制人头门号2000门，安怎？没，这嘛有目标哦，其实拢真具体啦，吼。第三。这个轰炸你电信技术要自动化同步，啊快速落地，而且呢要加速款哦，存这个受诈这个钱项哦，你若提最通知，我就甲你设起来，吼，这我即摆知影讲有，即摆有开始咧做这，但是还佫有啥阻诈、金管会，还佫有听诈。我要问的是吼，2023年英国人通过一个法案，伊这个法案是吼，这个公司法，这个公司法吼，公司法内面对着法人的这个实名制，真正有咧甲限制。你若去捌着这个代志哦，我来讲，你只是人，你这个生理吼，你就歹了。律师，咱敢有可能来做安尼遮严格的这个法律来规定？因为你讲即马根据我的了解，应该是台湾啊无像主持人讲的有这样严格的规定甲方式啦。啊，毋过就是咱嘛有个资法，咱嘛有相关的公司法的规定。目前我是感觉有一点仔困难啦。啊，佫未到遐去。因为咱即马咱打诈司法，其实咱通过主要嘛是对侦防的手段，啊，互民众安怎了解讲啊，啥物物件是诈骗。诈欺的方式，然后手段按用放较宽广的方式，比如讲科技啊、侦防车啊等等的这种方式，啊含因为即马电信诈骗实在是伤济啊，网络诈骗、电信诈骗这个方式，咱打诈司法甲安尼侦防的手段放宽呐、放大安尼，去打击犯罪啦。啊，要做甲像拄主持人讲的，这目前是。啊，未做到遐啦，啊，这我来问专科的王老师，恁的学系内面，敢有对着这个法令的研究？因为我所知影讲，这吼相当等于着连续法，就是讲你若有捌着，我就随甲你调来问，先财产甲你扣来，吼，甲你问半工吼，你问到弯头斜角了吼，你就知影讲哦，别人就看到哦，这个唔通捌。啊，我若有人要甲我捌的时候，我就爱真细腻。除了这以外，还佫有啥物物件，咱的啊个未经之力的所在？其实足侪物件吼，我先讲一个吼，拄啊两位咧讲的时阵，有咧讲一件代志，咱诈骗集团一直在进化嘛，吼，以早咱是爱面对面，吼，甲你讲话，那尾啊安怎敲电话，啊尾啊安怎传简讯，啊，过来上尾安怎啊从来含话就免讲，吼，啊足侪项拢唔免处理啊，一直在进化。啊，即马佫有一个问题是。这个集团的人是毋是顶悬有诶讲？你讲可能伊还未成年的时阵，伊是车手，啊未来有无？可能到差不多18、19岁吼，18、19岁是迄阵啊变车手头，啊未到30岁变成是首脑。所以讲，食了18当人行气散。是，所以讲一直在进化，一直在进化。所以讲，主持人拄仔咧讲这个问题，你讲因是安怎？哪会遮尔捌？伊本来就捌啊，是讲头前人向掠了去啊。啊，所以伊伫了进化起来，啊我变头人啊，变头人的结果即马足侪代志，伊就法度去处理啊，所以是安尼。这第一点我想要讲的是安尼，啊，第二点是讲，即马网络拄仔有咧讲，网络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有人咧讲一个比喻吼，我甲大家观众朋友报告者，因即马拢用一寡公开的平台先甲你写入来，我安怎讲呢？第一点你讲，可能用 FB 嘛，拄仔律师有咧讲，啊，可能用 IG 嘛。啊，佮有诶讲用迄个 YT 嘛，就是 YouTube， 即嘛不是 YouTube 哦，有诶啊一寡广告都插入去吼，啊尾啊，就是你用 Google 去搜寻哦，一寡人安尼处理，这是公开的平台。啊，算讲我伫大门先甲你揽客的概念，吼揽客了。啊，第二步做什么代志？我来带入个小房间，小房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群组。有人咧讲，迄就是赖群组，因为赖一寡特性，变讲即马咱在侦办的时阵，可能有一寡困难的所在，可能你要破解，无遐尼简单。所以这个小房间了，啊上尾啊，我甲你私赖，啊过来我就是推我 APP，互你看，
哦，啊，这你讲逐日拢有咧趁钱，哦，拢有咧进账，所以讲你看，这一步一步，啊，当然你看一步一步来，伊慢慢啊，有当时我定咧讲吼，你宁可相信一个你完全毋捌看过的人。 但是你唔愿去相信你边的人，警察来讲，无啦，这无我要汇款，这是迄个我要汇什么工程款，或者什么款，吼，我这是要厝要装修什么挖哥的，吼，就是安尼，啊是讲这是人要搞借的，会行我。但是人伫边仔甲你挡啊，你都不会相信，你会相信一个讲，你都唔捌看过，敢若用哪个生做影片你也唔知影，所以足些代志吼啊。 你主持人拄仔咧问这个问题，讲这个法律的物件，即马我定咧讲吼，这法律的物件，有人咧讲啦，我家己的讲法是安尼啦，骑 U bike 坐高铁啦，吼，咱骑脚踏车去坐高铁，有无？你法律的进化的速度，远比袂着咱诈骗集团的进化的速度，所以有当时安尼比起来，你拢约袂着嘛。所以讲主持人咧讲的这代志，我感觉会当做，嘛是应该爱做。无讲实在，你即马足济。 法律的物件对因来讲，因为以早有人咧讲啦，咱这个或者咱这个对车手，也是对这个诈骗的这判决，伫外国拢是由重甲轻判落来，啊，咱台湾毋是，咱台湾是由轻甲重，上轻的开始慢慢开始加起哩，所以讲有当时有人讲法袂惊嘛。老师，你搁讲一摆，咱是由轻加起较重。对。 人是由重减到轻，是这判刑量刑的方式有啥物不同？无共啊，因为我甲你讲，你若讲真正，我一开始来，我可能甲你掠判较重咧，你可能都会小可会惊吓嘛。你小可可能会小可有一，哦，你头摆我就对啊，但是咱台湾的做法是讲啊，你第一届初犯啊，哦，甲你原谅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但是少年啊，可能安尼。 因为有人嘛咧讲啦，这反正较歹，也是讲安那少年仔去，伊讲迄号做免洗块，用了就单掉去啊。啊，变讲你这是未成年的，啊嘛袂讲判偌重，用安尼甲你洗脑，哦，安尼来做车手无要紧啦。第一点无纪律，第二点袂讲迄个判偌重，第三点恁兜的人我会替你处理啦，吼。啊，你讲恁男朋友、女朋友我会替你顾啦，拢用安尼甲洗嘛。啊，你讲安尼啊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啊了判了嘛，讲实在无介重啦，所以入袂出来。啊，之前阮做过一个研究，我带我的研究生做过一个研究，对于车手这个问题，车手入袂去放出来，问伊一个问题：你出来以后有要去做无？伊安尼甲我回答：袂，好谈啊。啊，这问题出伫对，问题就是出伫讲，你看一个足侪代志啊，但是这个法律的物件嘛是安尼，因为轻嘛，伊感觉。 袂惊嘛？啊，我未成年，我嘛无咧惊这个代志啊。问题是出伫遮。安尼我就爱问焦斌哦。咱到目前为止，不管是民警也好，老师因学校的学生吼，出业去做警官、做员警，难道无亲像咧电影咧搬无间道落去压去做迄个料尾啊，去内面去查查。 看这内面的证据，咱到目前为止，敢若毋捌听过这种故事呢？做病的啦，我先补充一下哦，咱民警讲的嘛，讲的啊那个果敢遐嘛，但是缅甸的基本上啦，因这样是军阀割据的所在，基本上当地有大概3个军阀的势力在那边活跃，啊因3个军阀他们各自的因为支持的早期的园区，听讲我是 A 军阀，我是缅甸政府军。 我支持这 A 这园区，我是另外 B 的游击军，我另外支持白园区。啊，因家做早期的，因甲家军阀的将军就对啦，有合作有配合，所以讲包括着因当地的水、电、设备，啊，佮有保镖有无，全部由遮军阀去提供。变成你要打诈欺是甲你是甲当地的军政府咧拼，所以你我甲拼袂过嘛。啊，第二好多教授讲的。 台湾的早期这呐判刑哦，安怎判？第一啦，因为你早期是339嘛，你若初犯的话，啥啦判5年以下哦。啊，毋过一个重点哦，你若是犯后态度良好，变6个月以下。6个月啊？因为你若是5年以下，伊会将并科罚金50万，哇，听个足惊死人的。啊，我伊会甲你讲啊，你去，你就是给了骨仔囝啊，我错了，我不敢再犯了。法官讲啊，你这个。 犯后的态度就好诶，甲你改判6个月以下，别1科罚金啊，伊免管啊，伊用罚钱就好啊，啊罚钱后壁伊会替你处理啊，
啊，你我找美满的，找未成年的，找高囡仔做好啊，啊我车手去领，所以讲是安怎车手伊袂惊，因为我知影讲我去，我就方式，伊知影讲台湾的司法要安怎对付伊嘛，我只要叫到旧仔囝，叫到唔知影去，摕追亲，甚至伊免关，伊出来了，随个等于报道，会我出来啊。伊今仔日向掠，第二天伊个复工啊，啊所以讲伊车手的物件，你也好，应该是讲你也好诈欺集团的成本也悬啊。你也讲，跟人讲，假设判10年不得假释，那你增高了，你家家伊的成本也悬，变成互因家要找车手的时候歹找嘛，歹找的时候伊自然伊变成伊车手伊是第一手去领钱的人嘛，伊领钱了，伊要甲钱汇互伊的水龙头嘛，啊水龙头才甲钱汇互顶头你看顶手的人啊，啊你若是甲车手的遮该锁案。互伊去找车手歹找，伊去看报纸、网络讲要打工、要有诶无诶，伊歹找嘛，歹找是变成讲伊要找车手去领钱，会困难度也悬，伊就爱想讲要安怎去增加伊诶成本，增加伊诶成本，自然可能会当互早期案件。小平，你讲起来真有道理呢。啊，问题是讲到伊就袂咧做啊，无可能诶代志啊。咱立法委员无爱去修这个法，律师。法其实咱的法是大多老师讲，老师嘛有讲，咱的法其实嘛无讲轻，只是咱咧判的时阵，比如讲第一，伊若含被害人和解，嘿啦，啊若认罪，对，啊我有做侪案件嘛是有认罪有和解，可能就3-4个月，对啊，拢安尼啊，3-4个月啊，啊，毋就讲咱迄个替代役的。难怪啊！你和解认错，啊到毋是啊！啊法官即摆咱就大家有旨意动，讲袂使。咱即摆国家队，咱就反正你安尼，咱自由心证，咱就袂当。啊，毋过等搁讲到车手，搁有我大多讲的，其实足侪车手其实嘛是当时嘛是被害人。啦。有这两种身份，大多啊，袂当安尼讲啦，因为伊嘛是可能大多啊，咱甲。内面大家讨论的，其实咱是爱宣导，互因知影讲这是诈骗，啊无伊互骗，啊毋过伊搁去帮人收钱，搁去骗别人，就是有这种。然后啊毋过伊本身伊钱嘛是用骗走哦。无安尼，你砍切安尼，大家拢免意安尼迄民警。因为其实吼，拄啊老师讲的啦，法律吼永远对袂着伊这诈骗的手法甲伊的方式啦吼。像咱拄啊讲，咱台湾要像英国安尼吼，啊咱这边公司要安怎啊？另外咱拄啊搁一个新闻讲，咱要甲迄个虚拟货币交易所的业者吼，甲拉入来。其实吼，你若已经伫台湾落地，我们叫落地嘛吼。比如讲像迄个币安吼，还是像迄个CoinW 这种的，已经伫台湾成立公司啊。其实一般上吼，你若要诈骗要创啥，就袂用这几间啦。我讲白就是安尼，一定是用台湾无设立交易所的公司，伊才会去创嘛。无我钱互你卡伫台湾，我要趁啥？一定是用别间的啦吼。啊，所以你像这你一定对伊袂着。啊，另外就是讲吼，其实我就讲上重要的物件吼，是咱台湾人吼爱普遍知影讲，因遮诈骗的人吼，伊是咧做啥？伊是用什么手法？伊手法会变。但是伊的概念是共款的，譬如讲爱情的骗子，不管你打电话爱情的骗子，还是你传来爱情的骗子，共款是骗子。譬如讲假投资，你讲有听过一句俗语，世间若无一摆讲啊，路边哪有有眼光啊？对，你像，因即摆足厉害哦，因即摆这假投资吼，毋是讲即摆传一个赖吼，叫你汇偌济钱啊投资，毋是的，伊1年前、2年前。伊就成立一个群组，嘿，啊，伊逐工哦，伊个股票吼，也是伊迄个虚拟货币交易，逐工拢有赚有赔，嘿，逐工拢有赚有赔。啊，过1年了吼，你感觉讲哦，这间真好赚哦，叫你投资。啊，伊即个啥，即马以前咱讲盗账号吼，你惊讲人甲你 FB 啊，是 IG 的账号摕去吼，甲你做啥物歹代志，伊即马拢安怎？伊甲你偷摕了吼，伊拢无爱甲你叮当，伊去看你甲别人的对话。以前讲过啥物话？譬如讲我甲王老师，吼，譬如讲我甲伊讲啊，我旧年结婚，还是讲我旧年去高雄啥，伊去看你的对话了，伊颠倒头来用王老师的赖互我讯息互我，后甲我开讲，讲啊，我旧年就是去高雄安怎啦？我感觉讲伊其实是王老师，我甲伊是熟人，啊，结果半年了，甲你开讲讲半年啊，要甲我借100万安尼，伊互你叫是这人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伊即摆吼是放长线。钓大鱼，伊毋是像以前安尼遮粗的手路，即摆是足幼的。啊，其实吼，伊阁有迄个成本投资，我投资1年、2年了，才甲你骗。啊，但是吼，伊虽然迄时间久长，但是伊诈骗的迄个
中心的思想是共款的嘛。我时间一到，甲你借钱；我时间一到，叫你投资。但是咱平常是有甲大家讲，什么款的投资的这个形式是绝对有问题，还是讲咱平常就敢有去关心咱厝的人，还是你厝的士大人讲，哎，伊平常时都甲你送你传来啊，逐工伫遐传，你敢知影是啥？伊即摆甲你讲要领200万，讲伊要去做投资，你敢知影是要买啥？咱即摆讲实在啦，咱即摆台湾人的即个家庭的关系、甲人际关系吼，真正讲实在你唔知啦。但是我讲吼，这有防比你掠搁较重要。我甲你讲，这个人吼，真正头人吼。绝对无伫台湾，绝对伫地球的另外一面，绝对伫阿根廷、哥伦比亚，哦，啊，无就像拄仔讲的，拄仔迄个王老师讲的，讲伫迄个缅甸的吼，以前就啥，以前是金三角，有都蛋帮，缅甸的蛋帮以前种金三角卖毒品的，结果因发现啥，诈骗比毒品较好赚，总无爱卖毒品啊，全部拢改去做诈骗，啊，拢为中国诱人，就骗台湾、香港，因为拢。会晓讲华语嘛？为中国来骗马来西亚、骗新加坡、骗台湾。恁讲吼，迄头家人拢伫遐手机啊，一个打喜字，咧度假咧创啥？我就想到2个人，一个叫做刘德华，一个叫做梁朝伟。迄2个吼，即无间道啊。对。那难道咱的国家的警察的刑事无去派人去甲即个无间道内面去了解，去对内面去破？这无可能吗？无可能。第一，你拍会入去嘛？你要从电脑本来要去做卧伫内底哦，无可能，因为你第一你爱有人介绍啊。啊，你只要带去介绍，我无就无钱讲我带去。人会问讲啊，伊是啥？我讲啊，无伊来做早起的。是啊，我就去应征车手啊。啊，去就精啊，你去就先精啊咧。那要做无间道，当然啊去用精啊。咱台湾是无就是因为。即摆问题是，咱到一个国家哦，无邦交啦。第二，你没有那个国际刑警合作条款啦，啊，你佫无引渡条款啦，所以讲你要准讲要甲外国的要合作，阵中国顶个毋是大陆的一个什么王鑫去人掠去嘛，骗去嘛，尾也是中国甲泰国两边警方做去甲人救出来嘛。啊，你敢有注意哦？迄两阵同时内底佫有关50几个中国人哦，啊是安那伊要敢救王鑫一个尔。迄就是泰国甲中国，甲有早期那咧一个美港嘛，用桥的嘛，讲即个人大家较注意，你甲放出来，互我会当交代。啊，你既然会当找到王鑫，你想来我落甲遐村的边仔救出来，你敢要救伊一个人？我是讲泰国甲中国的人有甲早期的咧合作嘛？啊，你既然你台湾你要甲这拼，你是几个一个国家，你甲2个国家咧拼咧，而且伊背后我甲讲，伊有3个军阀咧支持的咧。我实在是无希望讲咱这1点钟吼变做讲社会真黑暗。有影的啦。咱就徛卡车入袂着高铁啦。哦，大家都爱自谋生路，大家都爱注意，安尼，有讲敢无讲？哦，我来补充一下吼，就是拄啊，主持人咧讲一个重点，即摆其实诈骗集团一个重大的问题，进前是实体嘛，尾来即摆是好多虚拟的嘛，佫有拄啊，赵明兄咧讲的跨境。就是咱即马国内国外有当时啊，你讲不管是咱对大陆的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，还是讲境外国际刑警的组织的一款物件，可能都无法度遐尼交混。好，这第一点啊，但是这牵连到什么物件？拄啊，民警咧讲的金流的问题、金流的物件，因为拄啊上开始迄个新闻在讲啥？讲这个或者币商，伊有一寡风控的管理了，甲被害人的钱套倒来，吼，这上重要。我感觉。被害人即马上在意的代志是讲，我即马这个钱有法度入倒来无？我感觉这点至少这是一个正向的，嘛莫讲拢无希望啦。这是真好的一个代志。我是要甲你讲这件，过来我要补充一个，就是讲，咱即马吼，一寡你讲民警咧讲迄个代志，就是讲，恁即马或者币商，咱是合法的，也是讲迄个拢落地的，当然可能一寡集团袂去找，因为即马有一种或者个人币商。我一个人，我说我一个人公司嘛，我一个人就是币商啊，我来做啊。有当我用掠着我嘛是无辜的，我嘛是币商啊，明明是安尼。好，这第一点。啊，第二点就是讲，伊一寡或者境外交易的合作，其实足有限的。这甲咱的这个处境可能有一寡关系啦，吼。这因为这世界各国拢共款，因为这物件，这加密货币这物件是一个趋势，用来洗钱的物件。啊，第三点，你讲或者个人的钱包，你即马或者一个物件，个人钱包，伊有一个高度的匿名性，就是讲啊，我可能啊就你要查啥歹查，所以是安怎你讲拢掠着车手，是安怎会有断点？
即摆物件就是这个金流的问题，就是卡伫遮。所以我想要讲的代志就是讲，像即届这个成功的案例，就是千几万入转来，我感觉真赞。未来我希望会当约差不多1亿、2亿、3亿拢好啊，因为警察直接甲这个比赛会当做合作，我感觉就是毋免进前一寡先定数有无？爱个跟监察官、法官冲啊冲出来啊钱早都毋知转去倒位去啊。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我嘛是肯定，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代志，咱即马遮的或者警察的或者这侦办遮的或者加密货币的职能，爱甲提升，因为有的人。讲实在啦，我若老刑事的，讲实在，我电脑都无介理想啊。啊，我个人去查这个或者这个金流，去查这个物件，可能对伊来讲较吃力。但是我感觉一寡代志会当，即嘛感化生活就有当查着。不啦，这感化生，不，这是我感觉迄是个人啊。你若代志做好，啊，伊的生活安怎，我感觉迄是两件代志啦。吼，伊若讲业绩，也是讲这个物件查得足好诶，啊，伊的生活。嘛足简单咧，当然愈好啊，但是若生活有一寡较丰富嘛，无介歹啊。重点是讲伊即个侦查职能，我感觉其实爱与时俱进啦。我也是感觉吼，净化人心啦，你来去读迄个蔡金丹啦，迄拢无效啦。我是要问吼，蔡律吼，你侦办或者是讲你辩护，或者是你的当事者，咱天亮讲，因为咱今日要做这个节目，是因为进前要散除因这个诈骗的。这个打诈的这个宣导啦，安怎啊？大家引起注意讲啊，我安怎上这个网站顶头去看？啊，你这仪表帮吼，我写到安尼好足济，但是拢无写破案率的，吼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所以我要问蔡律师吼，你天阳讲，这几档咱打诈敢有进步啊？打诈这个部分，我嘛是爱肯定讲咱警察丢底咧，警察单位含这个地检署检察官这的认真啦。啊，毋过我感觉是咱讲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这个早起的市场实在是伤大，所以我感觉这几档就像老师讲的遮，与时俱进的，以早可能要诈骗，可能一两礼拜和你联络，即马我的当事人。可能伊变成人讲的车手，啊，毋过伊是互骗半档，伊总变成车手。啊，方式百种，毋是甲你骗爱情，甲你骗投资尔，这拢是咱定听到的。即马甲你骗讲要做国际的什么孤儿的救援呐，因为咱即马有国际战争啊，用即种足奇怪的方式。会互你感觉这不含以早的诈骗方式无共款啊？咱即马是要做人道救援啊，啊，着钱来汇进汇出，你着变成人讲的讲帮助犯啊、车手啊等等的这种部分。所以我袂当讲是咱打诈的这个成效不彰，是因为方式实在是伤侪变化，这个市场是真正足大呀。所以讲到底，如果徛在你律师的立场，是，你当然你生意做袂完。我袂当讲啦。但是，我特别讲啊，吼，但是，这行业嘛是安尼民不聊生啊，哦，一日讲，这听落会惊呢，一个月2万件，一天平均叫诈骗4亿的。对啊，咱会当看一个，像咱的大拄仔主持人讲的打诈仪表板，这是顶礼拜的，就是一天就有426件的报案，然后咱的损失就是2亿8，2亿8是真正是少的，因为昨就3、4亿啊。每工安尼累积，咱会当看一个，去年12月是125亿呢。一个月，咱的诈骗的这个金额就125亿，一个月，所以这个市场偌大，咱有当时啊，阮会开玩笑咧讲啦，趁钱的方法伫刑法典内底啦，因为犯罪，然后这个金额遮尔大，所以有足侪人伊就趋之若鹜啊，阮法律人会当做的，我嘛毋是讲要办案件，我嘛是一直咧。办讲座、宣讲，甲咱的民众讲，这种倒一种拢是诈骗。啊，就悲观呢？
嘛毋是闭关，我感觉我有能力，我当加做嘛，毋是等下讲犯罪了后，咱要做后壁的法律辩护啊，咱会当做这侪讲座和这侪的观众朋友。因为我毋是咧讲大声话，就是讲我一路在接到这个不明的电话，是，我拢一路甲讲，我即摆伫国外，就是完全无咧甲伊有迄个接触的机会，网络顶头有迄个生三面的来要创啥？一路拢不管。毋过我有听过，我接触足侪个案，足侪件案件是，比如讲咱家己独居的一寡爸爸妈妈，甲年岁较大的老大人，敲电话喂爸，伊就讲，伊就随叫爸爸啊，伊就讲，安尼啥哪会无啥共款？伊就讲无我感冒啦，毋过我也是按用赖，我用视讯的，视讯阁有 AI 呢。你看到的嘛是恁查，系变面啊，嘛是你的恁囝啊。囡仔要讨钱，方式足侪种啊。包括最近厝内装潢，需要20万、30万，对少的开始。爸爸妈妈足久无看到囡仔，钱都花出去安尼。那你做过警察的人，你感觉这是无得深机咯。其实顶礼拜吼，拄好立法院咧审预算吼，我有去看迄预算书吼，刑事局买2个软体吼，一个990万，一个6600万吼，990万是迄个 Fake Deep AI 辨识啊，吼，就变脸的辨识系统，迄个6600万吼是迄个Visual Coin， 就是那个网络迄个虚拟金流的追踪流向的软体，吼，2个软体，开这个钱要做，这软体是应该，但是吼，你就要想讲吼，警察内底吼。第一是先啊买这，第二就是讲你有人才通啊用这的物件无？第三就是讲这到底有够啊无够，对不？咱即马2个问题，一个是源头嘛，你找袂到这个人哦，伫倒位发这讯息出来。第二就是讲伊的钱走去倒位去嘛，无像以前讲我汇款银行拢有记录嘛，即马拢用这个虚拟货币金流嘛吼。但是咱刑事局的人才，敢有可能讲我一届从一群人拢是这个工程师哦，拢是这个。软体专家，大家伫遐研究讲这 AI 要安怎追踪，无可能嘛？警员会晓创啥？会晓开枪，会晓上手铐，会晓搜身尔，对无？大部分啦嘛是有厉害。袂当外包吗？但是少，嘿，即摆我就是讲要外包这件代志，就是讲你像咱这个体育署内底吼，有从行政法人，下面有行政法人，就是运动科学研究中心，以前喏，也在聘请公务员以外的人来工作。对吗？咱台湾有一个吼防诈。研究中心，伊嘛是用行政法人，你会使请讲，咱一年譬如讲开10亿、20亿，咱请台湾厉害科技的人才，工程师，伊嘛免办案嘛，伊毋是警察，伊不要抓人嘛，伊逐工就去分析讲，咱台湾的迄个虚拟货币，流去国外的偌济，是为国外入来偌济，伊去追踪这源头，是讲咱常迄个诈骗的迄个赖，大部分是为倒一个国家，还是倒一个伺服器的系统。传入来，去追踪，咱去讲限制，讲比如讲这个袂使用，还是讲这金流偌济啊，留去国外，咱就去查讲这到底是啥。但是咱讲实在，就是咱一开始讲的卡达车的问题，就是咱台湾的警方的能力，咱讲白啦，你嘛毋是个专业啦。我就讲嘛，你警校受训是啥？读法律啦，开枪啦，上手铐。那学电脑无啊，那学电脑但是咱大概用外包，还是讲买这软体转来买。像你有上财前个踢骹球。对，你就是吼，咱爱成立一个讲一个科技的中心。之前讲有数位部，但是咱讲实在啦，数位部伊嘛是公务机关哦，伊的内底代志嘛是安怎？伊嘛是委外承办。但是咱台湾无一个专门伫追查这个类型的案件的这个科技的中心。但是咱有一个行政法人，咱成立一个行政法人，一年20亿、30亿，咱就请台湾上厉害的高手来上班啊！你就搞追踪的金流啥？因为你他讲这吼，其实甲金管会业务嘛是有相共嘛。对但是金管会是安怎？金管会吼，伊的专门是啥？伊的专门是会计。伊唔是电脑这个物件是爱有工程师，另外有厉害工程师需要 FinTech 嘛？对，伊嘛是爱。你就大家斗阵请。对，咱台湾有一个这个什么，譬如讲数位科技研究中心，还是数位货币的犯罪防治中心。你若金管会要追查一件代志，你嘛甲拜托。你刑事局要追查这个诈骗嘛，甲拜托。伊去处理，伊去研究嘛。边个？你讲有拄着会晓泡茶，个会晓看电脑，个追踪的？
少啦，少嘛是有啦，少数。你讲对于打诈有兴趣的警察足多，啊，种正经要想讲只高科技去办案件，像电脑看好莱坞啊，伊安怎多好来会晓电脑会晓追踪什么少数啦。啊，当初民警讲的物件，我感觉讲会用试看卖啦，因为我讲一个数字有人听，因开始惊着啦。讲你4个5个好像一年哦，台湾去人骗去的哦，全部是1825亿。对啊，一年开20亿，这个总数是安尼啦，这总数咧骗去的哦，你一年大概好18万件，啊骗去这个数字，你看嘛，顶礼拜刘阿姨的预算咪向删除预算，删掉2075亿嘛。对，这条钱，那台湾一年向骗去的钱来贴政府，哇，屁话啊！啊，不过你看哦，你全部清白啊，这敢若约回来啊，144亿尔咧。1%都无够，说740是留回来嘞，留回来当年职工免咧法院后壁，这个唔知影，你一定话讲啦，敢若1800亿出去的台湾尔咧，啊你讲留回来，咱剩144亿尔，啊若讲好在民警讲的，我一个月820亿啊，一年才偌侪钱尔，啊毋过你讲政府伊讲这头壳来做，啊讲政府是毋是要来研究？伊敢若创个部会、内政部、经管会啊甲。司法部啊，一寡代志，你讲正经有咧打诈的，像你讲清德甲讲的，伊甲责任全部放伫迄间警察车啊，没因啊。啊，你讲叫伊要去掠，伊安那掠嘛掠车手尔啊，因为出去大头拢伫外口嘛。你安那掠拢，我讲到即摆为止，台湾毋捌掠过大头的啦。金主后壁有大头掠袂着，上金峰掠到水龙头尔啦，水龙头车手出来无啊？咱了解金主算你厉害，因为根本了袂着。像老师，恁还佫会去研究讲车手的心态？难道恁学校即个学术研究也好，实际电影的即个研究当中，拢无即个提出相当性的即个办法，讲人，譬如讲欧明2022年推出了数位服务法，数位市场法，英国我头讲的线顶的即个安全法，啊佫。经济犯罪甲企业透明度法，要阻止讲你用这法人的身份。我相信咱警官大学内面也有相当性的研究咧做比较，这应该要对着这个法令、这个世界潮流，因为大家嘛是，毋是讲咱台湾伤老啦，全世界政府拢安尼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咱是安怎会当，譬如讲。以警官的这个单位、警察单位做一个发动者，还是讲无？这个层级应该是行政院爱来出面啊，金管会啥物来整合啊呢？主持人讲到重点，其实我想补充一下，迄个打诈仪表板，我无遐悲观，像安尼讲，打诈仪表板虽然讲逐日看起来案件足济、金额足济，但是这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咱本来哪像这个部较离啊，但这个部要掀起来。咱大概知影讲，原来这诈骗比咱想象的更较严重，所以我感觉我对这个代志乐观的。所以我感觉这个代志，你讲逐日安尼可能是安尼，但是时间到了，大概拢会自觉。我感觉这上重要。啊，第二个主持人在讲的，你讲到一个重点，你讲即马拄仔民警在讲，我感觉这会当思考。现在讲即马咱。足侪拢会当用一个或者行政院层级的跨部会嘛，像即马嘛讲什么，不管打诈无法，还是讲足侪什么事件齐发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希望这个代志莫干那只是口号尔。是安尼讲呢？我即马看到的问题是，你即马无毋对往好的看，好会讲各司其职，金管会、数位部。警政署、内政部啊，等等，各司其职。但是歹的，就是讲多头马车，你拢家己做家己的。尤其讲，你讲这个或者这道，才甲司法部甲弄入来。但是你若讲进前，你讲或者市诈、主诈、惩诈这4项，啊，即马变成5项，甲司法部扭入来。好，不管是毋是扭入来，进前司法部早就爱入来。啊，你讲用公部门在做这个代志的时阵，因拢有家己的业务。所以你讲，你这个代志多头马车，你讲用一个行政院层级来做一个打造办公室，不管是1.0、1.5、2.0，啊，甚至你3.0、5.0拢好啦。我无希望讲你口号拢呼到足漂亮的，但是你即摆做出来物件，但是讲做出来物件，就是互看着讲啊，拢无一寡成果。所以讲，民警讲这个代志，你讲是毋是会当考虑委外，还是讲伊专门来做这个代志？
我们会当诉课。啊，你讲法律的物件嘛是共款，即马足济，咱即马诈骗的物件，律师伫遮牵扯到足济无共性质的法律，拢加做伙。所以你讲打造新司法，伊嘛有足济物件，啊，但是我感觉即马足可惜的一个代志是，本来一直要推的一个物件，或者科技侦查法，但伊即马变讲是刑事诉讼法内底一个和强制的这个或者专章内底，这个物件咧做尔，伊毋是讲一个专法，因为这是安怎？这上重要就是讲，咱或者执法者有一寡武器，会当去对抗，对工具会当去对抗这或者诈骗集团。但是进前就是拄啊，律师嘛咧讲，进前 M 化车就是一个虚拟基地台的概念嘛。我这台车来，我就是假的基地台，但是用假基地台去发送，所以互你讲啊，可能查到安尼啊，变成讲伊有法度去查到伊迄是啥物所在。但是尾啊判决出来了，哇，这人因为你取得证据的这个部分是不合法的，还是法没有明文依据，所以这个证据就变成无法度用啊，偌可惜，偌可惜。哎，你看，我定咧讲一个比喻啦吼。咱或者或者刑事政策内底有一个名词，或者刑事漏斗效应。头前的拼命掠，后边拼命绑，到尾啊，咱像一个漏斗有无？到尾啊有啊。你看判决确定的人，判决确定的人，你看偌济人尔？你看偌济人，警察偌辛苦。讲实在，我是感觉我一定要替警察讲一句公道话。你讲这个物件，拄啊主持人开始咧讲啊，你讲哇，这啊你简化生活，这简化生活毋是重点。重点是讲，因的勤务业务实在太济咧。啊，你讲打诈这个代志重中之重，我定咧讲一个例啦。我学生伫做警察队长啦吼，我顶工去办公室遐坐，伊甲我讲一个代志，伊尾啊抓一坐无半点钟哦，搁一摊物件入来，伊甲我讲，老师，这拢诈骗的，这拢诈骗。公文啊吼。对，拢公文。你看啊，我问题是讲。伊甲队长的层级已经和一寡负责已经决掉一寡去后，伊搁入来，啊，武诈骗的罢啊，检察官是安怎？即马要创这个，搁创一个检察官的助理，啊，检察官拢无法度，是安怎要搁招聘这个人？哎，就免等石强平拍来就好啊。啊，律师，他拄啊王老师所讲的，那会变做专章？这个法律的这个转变是啥物？咱敢有可能搁甲扭转过来，败不复活。其实咱以前拢会讲，咱要因为诈欺洗钱，才会，咱拢会感觉是一种犯罪的方式。其实以前咱可能阮读法律的人会讲包裹式立法，爱甲所有的专法，然后包裹式，然后爱检讨讲，有冲突无，然后也是爱讲爱立专法，毋是单伫刑法内底。所以这个部分我感觉会含。刑事研究的政策和咱立法院的立法品质有关系啦。你先以徛在合约的立场吼，互观众朋友能理解讲，设立专章有啥物好处？啊，若是无设立专章的专法，又有啥物好处？其实我感觉，若是实施的方式得当的话，比如讲，其实咱拢是行刑事诉讼程序，那通常也是因为咱法律犯罪类型的发展，会变成讲特定一种，比如讲诈欺、洗钱，会变成一个特定的专法。嘿，伊的洗钱防治法，所以伊的一个专法。然后洗钱就是通常是专法拢会，因为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，伊毋是拢是法律阶级，啊，毋过伊可能会罪责会较重。因为这种犯罪已经被认为讲伤严重啊，爱设立专法来处理。啊，不过咱行的程序其实拢是刑事诉讼程序，如果咱要用刑事手段的话，我是感觉，既然即马看起来愈来愈严重，应该爱来重视嘛，老师是不是安尼？拄我律师咧讲的，其实一个概念就是类似像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概念啦。你即马你有设一寡特别的犯罪类型，啊，讲进前毒品嘛好，啊，即马的或者这个诈欺嘛好，伊就照迄个名佮改过来，或者我咧诈欺什么危害防治条例的款，就是即马佮改安尼嘛。以前毒品危害，伊改做诈欺危害啊。你即马伊就是有这个法啊，就是讲要朝向专法化来做处理，也就是说，它可能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概念。但是我知影一寡法律人的思维是讲吼，有人是讲你讲一寡特别法
叠床架屋，有人在形容讲，那像是不是会变成说刑法特别肥大，有人来讲，还是讲或者刑法违章建筑安尼变情形？但是我感觉这个物件就是讲，今嘛是当务之急啊。不管是不是违不违章，我感觉这是另外一个议题，而是重点就是讲，咱今嘛这个物件真正爱有一寡人来处理，而伊真正嘛是爱整合啦。啊，变讲你若讲，你有一个专法，才有法度甲一寡物件整合。伫做伙啦，无你讲遮一个、遐一个、遐一个，讲实在啦，你法官有当时你对遮法无遐尼熟的时阵，你遮物件人起来，我看，会着发气啊，对啊，要发气啊，会着发气啊，会着发气啊。对啊，小妹，民警，你看吼，以你的警察同仁呐，伊除了即马大家简化生活、努力拍拼、掠车手以外，还佫有他。来补习来，应该不是简化生活啦，大家去上电脑迄个特训班，大家拢要写 Python 啊，要写 C++。迄袂武器吧？无，所以这就是我讲的，其实吼，这诈骗的科技吼，绝对是走伫咱所有法律的头前，一定想方想法。但是咱有一批人吼，专门来创啥？专门来研究这个科技，我要走在你头前，你要用什么方法？我想到一个程式来甲你，比你较好用，比你较高，我先甲你冻掉的。其实咱即马吼，你像你用那些社群软体，伊嘛是有迄落啥，伊嘛是 AI 啊，判断你是不是违反儿少条例，甲你冻掉嘛，是不是违反诈欺，甲你冻掉，无爱互你发广告嘛，伊嘛是去研究这个物件嘛。但是咱是不是国家成立一个单位，咱即马拢叫侦九队啊，侦九队伊创啥？伊大概掠着迄个电子犯罪安怎？伊嘛是敲电话问资策会电脑专家，伊都毋是家己都袂晓破解电脑，嘛是爱问人，嘛是请人过来啊，对无？但是咱有专门的人，专门在研究这，譬如讲，咱研究一寡程式，就是可以追踪源头的，研究一寡程式是，我可以抓到那个虚拟币的流向的，下摆我要做啥物代志，反正你有你的招，我就甲你追查；你有你的招，甲你追查。但是咱即马就是无即个物件，大概拢是。拄到代志，咱要想办法；拄到代志，才要想办法。但是咱是毋是有一批人，台湾的专家还是天才？伊拢想讲，你诈骗集团想到的方法，我比你较早一步，我先甲你找到，先甲你冻掉的。其实咱爱有这个方向去想，就是第一就是讲你上好拢莫发生嘛，咱爱预防、爱宣导。第二就是讲，伊想到的才会想空想芳，才会科技的物件。警察一定做认袂到的啦，阮就开巡逻车巡逻，是要认会到，对无？但是爱有一批人专门国家赞助伊，去研究这个物件。主席，歹势，我补充者吼，明显讲我这足有感的，是安怎讲呢？几若年前，其实台湾有机会成立啥物国家犯罪研究院，开偌济2亿尔啦。迄阵2亿，即马嘛无偌济啦，对毋对？迄阵呢，因为一寡问题，这个国家犯罪研究院怎胎死腹中？但是我要比一个咧，有成立国家卫生研究院，迄个卫福部的，也是讲因就是民警讲的这个方式。发进化。对，我是讲，你即款一批人专门在处理这物件，不管你讲研究这伊这手法也好，还是讲这你讲伊这网络也好，伊的技术也好，一批人伫遮开不偌济钱呢？比即嘛，咱即嘛要去互做3家预算有无？遐预算迄零头来就成立嘛呢？就成立嘛呢？南山的啦。南山的，老店瓦岗林秋伟，新街头旧年尾，bingo，你对观众朋友来呼吁一下，在这阵时，是大人也好，你自身也好，爱注意什么代志？3个字啦，卖小摊啦。我上讲基本的啦吼，真侪人伫网络看到什么吴淡如啦、张忠谋啦，一个主播咧上册，我送你什么书啊，有诶无诶？下骹规定呢留资料，留资料就简单，我就开你的名资料留落嘛，我先甲你的个资先摕着啊。这阮写过几啊摆啊啦，咪讲，你讲我今仔要来做节目，前2天我看到啊，张忠谋讲我出了一本书，要送给大家。嘛下较规定呢，去留资料啊！你的资料留好伊，就是第一步啊啦，就系啊，所以讲拜托诶，留伙啊卖小摊，都袂去向降低向诈欺的这个几率啦。安尼也是真正讲行唔知路，安尼有嘛真正唔知要讲啥。律师，我想要分享的是讲，如果咱若真正互骗，嘛紧165，然后报警，然后
就是法律来处理，因为进前拄到的是2次诈骗，就是伊想要想讲早起，大家人讲钱摕袂倒来啊。 加入自救会团体一个赖的群组，大家就讲，我有摕倒来，我有摕倒来，结果佮摕钱佮落落，佮落落，第2道防诈骗。所以就是我嘛是希望讲，咱若真正无说义，咱弄去骗伊啊，16有爱卡，然后咱的报警，紧去报警，因为其实若是钱是汇去国外，48点钟内底嘛是佮有机会会当约倒来的。 咱刑事局有安尼潜力啦，嘿。是，感谢四位，感谢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